行入兩大展館，俾人感覺好奇幻。好多展項運用咗大型數字媒體、全息投影、動作捕捉等最新技術。我哋先去逐夢星辰，坐上 C919 客機。呢次唔係做乘客，而係做飛機師。喺逐夢星辰展館入邊，最受歡迎嘅就係呢個 C919 模擬駕駛啦。飛機駕駛艙係按照1:1大小打造嘅，可以模擬飛機起飛、降落嘅一啲過程。飛機起飛啦，飛機師會唔會好緊張呢？終於平穩啦。對，現在已經起飛。駕駛過程中就覺得好搖個飛機，我首先要左右控制，又要控制佢個飛高同埋飛低。咁呢個我覺得，即係我哋冇經過專業嘅學習嘅話，呢個有啲難操作，但係體驗感好好。如果覺得開飛機仲未夠過癮，咁就跟住長征系列火箭去到太空。哇！我哋開始星際漫遊啦！喺呢個360度全包圍嘅沉浸空間，可以邂逅星座、沐浴流星雨、穿越星雲。我哋仲可以逐夢未來，開住火星車探測火星。喺超越未來劇場，跟住航天員去到2084年嘅火星。今天是很特殊的日子。航天員的一個視角，然後來到火星基地，然後去觀看地球凌日的現象。那可能大家會覺得這是虛構的，但其實並不是我們的幻想，是未來一定會達到的一個目的地。星辰咁奇幻，海洋亦都好神秘。我哋繼續去探索，一齊搭乘深潛器去到1萬米深嘅海底。小心，呢隻八爪魚想襲擊我哋。終於去到深海實驗場，同呢度嘅作業機器人打聲招呼先。呢次深海奇航好刺激，我哋亦可以通過呢個展項慢慢觀看數字海洋生物，再嚟睇下呢啲特別嘅魚——仿生魚。去做這個仿生魚呢，是有助於科學家去進行開展一些相關的研究，也有助於我們去模仿海洋生物，進行一些像我們的一些水裡的一些探測類的工作。喺探秘海洋館，仲有幾個特別嘅客人，就係呢4隻海龜標本。呢隻靈皮龜係迄今為止地球上體型最大、唯一能到北極地區活動嘅海龜。廣東科學中心話，呢2個新館用最新嘅技術，將科學同藝術深度融合，生動講好科學嘅故事，等觀眾通過體驗學習科學知識，激發科學夢想。